来看花莲市重要的河川美仑溪哦，最近民众发现讲溪里哦，常常出现一大一大的油，环保局是赶紧设闸油网，避免油流入去海里哦。也毋过这2天又搁看到油咯，环保局嘛怀疑讲是有人偷倒油。 这是花莲市瓦万寿抽水站的大牌，对下骹看水道当发现有一大片油污是铺伫水面，那流入去美仑溪排去大海，环境和生物拢会受害。是有人在倒废弃的机械油，那我们立即的通知了环保局来做一个检测，那疑似是我们在上游的部分偷乱倒，我们刚刚又到这边，又疑似又有人在倒人。环保局接到通报了后，是随派人去放闸油网，稽查人员发现讲油污是持续出现。 无摆拄有防倒第2摆的状况，工作嘛确认抽水站的机组并无漏油，研判就是防恶意倒废油，化验需要2到3礼拜。那我们目前也已经针对它的油品的种类去进行采样分析，我们不排除有可能是有倾倒的可能。那我们同步也在进行周边的一些业者去做一个溯源清查的情况。 环保局强调讲，恶意来倒废油会有相关的罚则，污染水体的部分会当照水污法来罚3万到300万，另外照废弃物清理法告刑责。另外，新增溪抽水站嘛，互不明人士污白画图，四界拢是本数。对这公司已经报警察来处理，抓到嫌犯了后会依法来开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